潮汕菜講究嘅係精細、原味，佢承載住我哋潮汕人幾代人嘅味覺同埋回憶。但係我都開始諗一個問題：傳統菜係咪只可以守，唔可以變呢？我哋從傳統入邊嘅核心，用現代嘅手法去呈現，好似新加坡冇鵝，我就揾咗愛爾蘭嘅肥鴨嚟代替。我哋繼續用傳統嘅滷水配方，但刀工上面做咗精細嘅調整。客人第一啖食到係熟悉嘅味道，第二啖就會發現原來愛爾蘭嘅肥鴨都可以做到咁嘅品質。傳統嘅滷水融合法國鵝肝，入口先係清香滷水味，隨住鵝肝嘅柔滑綿密嘅濃香，一啖你就會愛上。我哋想做嘅係有傳統嘅味道，可以做到創新，希望可以令潮汕菜走入咁多年青人同埋國際朋友嘅餐台，但又唔會失去嗰份地道嘅潮汕菜風味。就好似潮汕人成日講啦，食起嘴，暖起心。